43岁的女星陈仙梅，她和摄影师老公在2014年结婚，婚后育有4岁和2岁的儿子，平日也乐于分享育儿经。她提到自己也不少妈妈都会遇到的问题，就是孩子吃饭吃太慢，不少家长常为此伤透脑筋。对此，陈仙梅自曝，2007年将演艺重心转往大陆的陈仙梅，她和摄影师老公潘耀章在2014年结婚，婚后育有4岁的长子 Ryder 和2岁的次子 Mason。婚后的她减少工作量，大多时间都在家相夫教子。陈仙梅提到，某次吃饭时 ，Ryder 一直离开座位不乖乖吃饭，导致前后吃了2个小时，饭还是没吃完。起初她还很有耐心，不断呼唤 Ryder 吃饭，但儿子就是说不听，她的忍耐也到了极限，最后理智线终于断线，使出了大绝招反制。陈仙梅说，最后她搬了一张小椅子到门外，并把 Ryder 赶到门外吃饭。这一招果然奏效，儿子在3分钟内吃完。她将这段经历分享在自己脸书，最后哀怨地提到，为了证实自己所言不虚，陈仙梅还分享了照片。只见陈仙梅家中铁门打开，其中一张小椅子放了饭菜 ，Ryder 则是坐在旁边另一张椅子上，把双手揉揉自己的眼睛，看似十分的委屈。其他网友看到陈仙梅的分享后，也纷纷留言回应，不少人大赞她的处置方式，还有其他网友也分享自己的育儿经验，也遇到和陈仙梅同样的状况，纷纷提供自己的处理方式，这让陈仙梅也十分感谢，最后也忍不住笑称，所以我在咬牙捏大腿苦撑着。